庄之美要怎么样才能够近距离的体验呢？11节的感动时刻，在今年我们特别规划了来去客庄住一晚的专题形态，透过住在客庄，感受不一样的客庄文化。而在这一集，我们将深入的是高雄美浓，要带您实际的感受客庄风味餐，也带您住一宿拥有许多老古董的特色民宿。客庄之美要怎么样才能够近距离的体验呢？11节的感动时刻，在今年我们特别规划了来去客庄住一晚的专题形态，透过住在客庄，感受不一样的客庄文化。而在这一集，我们将深入的是高雄美浓，要带您实际的感受客庄风味餐，也带您住一宿拥有许多老古董的特色民宿。美浓妈妈现采的野莲新鲜又清脆，如果想要吃客家风味餐，只要预约广林社区的妈妈就会帮您料理，像是刚刚采取的野莲淡入猪肉就能够包进水饺里。社区妈妈总动员大家用双手让游客吃到最道地的客家味，游客也能够自己动手包水饺。快吹哦，水起来做哦，我是白云意思啊，你觉得你唔好啊？啊，你牙脸的呀吼，水起来吹过。为什么要用报纸？为什么用报纸？你要用比较容易烧的。要煮水饺也很有趣，用的是传统的大炉灶，得要先生火才能够下锅煮。用柴烧的炉灶，城市小朋友觉得很新奇，大家都希望野莲水饺快点上桌。翻过来再压就好了。熊熊烈火也不能浪费，木瓜板也是客家味。木瓜混合了太白粉煎成饼，味道香甜可口。要跟我一起吃饭哦。客家自助餐，大家一起享用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庭院里的用餐时光，没有城市喧嚣，没有电视机吵杂，可以更亲近客庄。在这里住上一晚也会收获满行囊，因为民宿主人收藏了许多老古董。你看，听那声音哈，就是会让我们差不多中年的一些朋友哈，会很有感觉。老橱柜碰上老味道，就是希望游客能够重温旧梦，回忆儿时那段最美的时光。我们今天要住的房间哈，那等一下会铺垫子。这是香山啊，房间也很简朴，一样有老玩意儿相伴，大通铺外加扑鼻的原木箱，拥着客庄游的美好回忆，一起入梦，可以一觉到天亮。一早醒来也可以来趟森林浴，黄蝶翠谷里志工黄贝贝还会用树叶现场开演奏会。用树叶吹奏客家歌，声音一样可以响透云霄。张开耳朵聆听，也能大口呼吸芬多精。走一趟美浓，感受客庄之美，而大自然还有哪些意外的惊喜，等您一一探访了。现采野莲让圆滚滚的水饺清脆爽口，柴烧炉灶让童年时的记忆跃然浮现。木瓜板的客家味，小枝叶的客家曲，构筑美浓的一夜好梦和一段感动时刻。